讲到台北呢，有一间真出名的日本料理餐厅，就有民众用一粒星的评价来表示伊的不满，是因为29暝迄天呢，这店为系统故样，餐厅流程拢总乱去，坐入去餐厅等出菜是拢等真久，送来的菜有一寡拢是冷去的，而且也佫有为顾客写讲，食到到底是土骨头。目前业者是有出面解说，市政府也强调讲，目前无接到任何通报，但是会派人去稽查。点开台北这间有名的日本式料理餐厅，Google 评论却受网友留下1000负面的评论。有民众写着讲，伊伫过年暗暝去食饭，却受迄规拢硬去。看到民众所翕的相片，毋拿水果盘啊樱桃，互切掉一半。迄天敢若因为系统故障，对坐落去甲菜来拢等真久，敢若伫食法国餐共款。也有其他民众讲，等去厝了后，厝内底人出现闹吐舌，业者是赶紧出面来回应。确认我们的制程是不是都符合我们原来所设定的，但是那一天的物料跟储存是非常动很快，因为其实我们那天的来客数非常多，所以这个物料的新鲜度我们来讲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业者出面回应讲，过年暗暝迄天8点外拄到电脑系统故障，事务将近1点钟才恢复。迄天确实流程有乱去，部分改用手写单，会检讨改善内部流程。也有民众讲，切一半樱桃，业者讲可能是总破产，感觉这个樱桃表面无够坚固，才该切掉。也毋过其实正确做法应该爱互人客好的一个完整樱桃。台北市卫生局讲，对着日本式料理餐厅，互民众反映讲，食饭了后出现闹吐舌，即阵无接到通报，不过派人稽查。针对人员卫生、食材处理、作业场所卫生、病媒防治、设施设备管理等加强稽查，并要求限期改善。其届未改善，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，处6万到2亿元罚款。民众食饭了后，为安怎出现闹吐舌情形，原因也来调查。只是民众欢欢喜喜出外食团圆饭，却是食甲真不满，就看业者后续安怎甲顾客来沟通，挽回上路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